好，大家午安。我係香港警務處財富情報及調查科聯合財富情報組 JFIU 嘅高級督察鄭其雲。首先好多謝公司註冊處嘅邀請，可以參加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舉辦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網上講座，亦都可以同大家進行一個簡報同埋分享就住洗黑錢同埋 Streams Two 嘅簡介。今日嘅簡報咧，大致會分為5個部分。首先就會講一講財富情報及調查科同埋 JFIU 嘅背景。第二，就住洗黑錢同埋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主要法例。第三，會簡介全新嘅系統 Streams Two。第四，舉報可疑交易嘅一啲要點，同埋第五，分享洗黑錢嘅常見類型同埋案例嘅分析。好。JFIU 聯合財富情報組咧，就喺1989年嘅時候咧就成立。一開始咧，我哋係隸屬於香港毒品調查科。喺2021年嘅時候，重組組織嘅架構，財富情報及調查科成立為一個 bureau。咁我哋財富情報聯合財富情報組咧，亦都係轉移隸屬喺財富情報及調查科入面。我哋嘅功能，我哋聯合財富情報組咧，其實就係由香港警務處同香港海關人員組成，亦都喺灣仔警察總部咧係設立一個辦公室。我哋係唯一一個機構去管理全港可疑交易舉報機制。我哋亦都會同世界各地嘅財富情報單位同執法機關進行財富嘅情報嘅交換同埋調查。就住打擊洗黑錢同埋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呢，喺本港嘅法例呢，係大致上面有5個條例去監管。第一個條例係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二個條例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三個條例係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第四個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及其修訂。以下落嚟就住洗黑錢嘅條例咧，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嘅。咁第一樣就係俗稱為洗黑錢嘅一個條例。如果有任何人去知道或者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任何嘅財產，全部或者部分，直接或間接係代表任何人嘅販毒或者從可公訴罪行嘅得益，而仍然去處理該財產呢，係即屬犯罪。最高嘅刑罰係罰款500萬同埋監禁14年。第二條條例係就住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任何人不得喺下述情況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間接提供或者籌集財產。第一係懷有將該財產嘅全部或部分用於作出一項或多過一項恐怖主義行為嘅意圖。第二，知道該財產嘅全部或部分將會用作一項或多於一項恐怖主義嘅行為。最高嘅刑罰咧係判處罰款同埋監禁嘅14年。第三係就住機構需要向JFIU 提交可疑交易嘅報告。凡任何人知道或者懷疑任何嘅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者間接代表任何人嘅犯罪、販毒或者從可公訴罪行得益，曾經喺販毒同可公訴罪行有關嘅情況之下使用，或者而在與販毒或者可公訴罪行有關嘅情況之下使用，或者係恐怖分子嘅財產，該人需要喺合理範圍之內盡快將該知識或者懷疑，連同上述知識或者懷疑所根據嘅任何事宜，向獲授權人披露，亦都即係 JFIU。如果冇及時披露咧，最高嘅刑罰咧係罰款5萬蚊同埋監禁3個月。第四係關於通風報信呢一個法例。
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懷疑啦，而有任何披露根據第一或者第四款作出咗，而仍然向其他人披露任何相當可能損害或者會為跟進手術披露而進行嘅調查嘅事宜呢，係即屬犯罪，最高嘅刑罰係罰款50萬同埋監禁3年。可疑交易報告嘅機制呢，其實係充分利用咗公私營機構嘅合作模式。首先，舉報機構即係一啲金融嘅機構，例如銀行或者係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當你哋進行你哋嘅客戶盡職審查或者認識你嘅客戶，你哋嘅記錄，而進行內部嘅監控同埋咧評估之後提交嘅可疑交易報告，呢一啲嘅實用資訊啦，會轉交去我哋財富情報單位，即係 JFIU。我哋會進行深入嘅財報分析、情報分析同埋咧情報嘅交換，亦都同國際唔同嘅組織去合作，令到呢一啲情報啦可以轉化成為有用嘅證據，交俾執法機關，例如警察、海關、廉政公署等，去進行更加深入嘅財富調查、資產追查或者係限制及沒收嘅後續嘅行動。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咧嘅原因咧係有以下嘅4種。第一，佢係一種法律嘅義務；第二，佢係冇任何報告嘅門檻，只要有些許嘅懷疑咧，亦都應該盡快向 JFIU 去報告所有嘅可疑交易。第三，我哋確保報告嘅來源同埋報告嘅詳情咧係保密嘅。第四，亦都可以對民事及刑事責任有一個法律嘅保護。公司註冊處亦都就住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呢，係出咗一個指引。指引呢係喺2025年嘅3月啦，就進行最新一次嘅修訂。喺第7章入面呢，亦都可以見到係關於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啦，同埋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嘅一啲細節同埋程序嘅。接下來會同大家簡介一下。JFIU 收到可疑交易報告嘅一啲數字同埋趨勢，截至2025年嘅9月，聯合財富情報組 JFIU 一共收到137736份可疑交易報告，其中459份係由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去提交嘅。我哋可以見得到，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提交嘅可疑交易報告咧，喺2017年到2025年9月期間咧，係保持一個上升嘅趨勢，平均每一年咧係提交168份嘅可疑交易報告。接下來會同大家簡介全新系統 Streams 2。Streams 2呢一個系統，佢增強咗數據嘅收集。我哋會喺更之全面嘅資訊入面咧，收集更加多嘅數據去進行分析，用大數據嘅網絡去識別一啲罪犯嘅網絡、罪犯嘅組織同埋一啲犯罪嘅趨勢。新增咗可以俾舉報機構填寫可疑交易或者可疑交易嘅對象嘅社交媒體嘅帳號，佢嘅數碼足跡，例如係 IP address 地理數據，亦都標準化咗舉報對象嘅地址格式，亦都就住罪犯啦，開始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黑錢，我哋都加強咗，亦都新加咗欄位，係可以俾舉報嘅機構提供埋虛擬貨幣交易嘅資料。Streams 2係只會接受電子舉報嘅，佢嘅好處就係唔需要有任何紙本嘅報告啦。佢係免費同埋直接上傳去我哋免費同埋安全嘅 Streams 2系統，可以即時收到回饋，即係 JFIU 提供翻俾舉報機構嘅一個收條，確認我哋已經接收到報告。第四就係可以透過我哋嘅 Streams 2系統去接收同意或者不同意處理嘅決定。電子交易、電子方式嘅
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啦，就會有3種方式嘅。咁第一種咧就係用 PDF 嘅形式喺離線填寫之後就安全上載上我哋 Stream2 系統。第二就係用一個網上表格嘅形式。第三就係用 XML 檔案跨系統去直接報告。我哋優化咗我哋 Streams2 可疑交易報告嘅表格，有更加唔同全面嘅數據欄位，亦都新增咗有啲必填嘅欄位，例就會用星號去標記嘅，亦都就住某一啲指定嘅行業，會有一啲特定行業嘅需求同埋交易類型定制嘅欄位，去俾大家去充分咁樣去寫返可疑交易嘅詳情。接下來會同大家簡介一下用 Streams2 系統去舉報可疑交易嘅一個程序。咁首先去點樣去辨別一個可疑交易，我哋會用 Safe 呢一個方法。第一 Screen，我哋會審查涉事者，例如客人或者客戶嘅背景同埋佢哋相關嘅交易啦。發現有任何可疑嘅情況，我哋會 ask 詢問佢適當嘅問題，去釐清情況，了解更加多交易嘅詳情同埋背景。之後，我哋會翻查相關嘅記錄，睇下同本身客戶佢哋開戶嘅文件會唔會係相吻合啦，去做一個仔細嘅複核。最後就係 evaluate 評估有冇理據，有冇可疑，而從而去判斷會唔會作出一個可疑交易嘅報告。呢度舉咗少少關於可疑交易嘅指標嘅例子，即係我哋俗稱嘅 red flag indicator。咁就住客戶方面啦，如果客戶係一個政治人物啦，佢係嚟自高風險地區嘅人士或者公司，同香港係冇明確嘅關係，而申請開戶嘅時候啦，懷疑使用虛假文件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喺客戶層面方面一啲 red flag 嘅 indicators 啦。第二就係就住交易方面，如果交易嘅收款係嚟自第三方，或者係本票、匯票繳費零，佢嘅資金嘅流轉量同佢嘅背景同埋佢提交嘅公司業務係不相稱，而見到佢交易嘅對手啦係遭受緊制裁嘅人士組織，或者咧係喺高風險地區從事業務嘅，呢一啲都係一啲 red flag 嘅 indicators。第三，如果喺進一步查詢或者去了解你嘅客戶嘅時候，發現到以下嘅啊指標啦，都係一啲可疑嘅交易嘅指標嚟嘅。咁第一就係我哋喺一啲公開資料度，例如互聯網啦，可以見得到哦，客戶咧其實係曾經參與洗黑錢或者俾人控告，或者有恐怖主義活動嘅資料或者新聞可以見得到。咁第二就係當你詢問客戶問題嘅時候，其實佢好迴避問題啦，或者佢嘅答案呢係唔可以釋除到疑點，或者最後根本你就聯絡唔到你嘅客戶，或者佢根本提供唔到相關嘅證明文件，呢一啲都係可疑交易嘅一啲指標。最後就係評估翻本身喺開戶嘅時候，你領取到客戶嘅資料啦、背景啦，同你手上面嘅資料或者係嗰啲交易會唔會係相稱？同埋究竟最嬲尾其實客戶可唔可以澄清到佢哋嘅提供嘅資訊，去令到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呢一啲都係一啲可疑交易嘅指標。就住喺 Stream2 系統，即係我哋嚟緊嘅一個新嘅系統啦。咁我哋會見到個大概嘅模式會係嗰個界面就會係咁樣嘅。咁一開始我哋會見到 Reporting Party 就即係啊 TCSP 嘅即係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嘅機構啦。咁我哋填寫翻佢嘅你哋嘅機構名啦。最後喺 Industry category 嗰度咧就揀翻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s Provider。係啦，咁喺下一步，我哋會見到咧喺 Other Information 嗰度咧會見到 Report related to previous 或者係 Other disclosure，yes 或者 no。如果 no 嘅話咧，咁即係代表觸發呢一個可疑交易報告嘅原因咧係舉報機構內部嘅監察系統。
發現咗有一啲嘅問題啦，或者可疑啦，而從而提交呢一個報告。咁你就 tick 翻個 no。如果咧你係因為有啲罪案發生，或者係收到執法機構嘅查詢嘅話咧，咁你喺呢個位咧就填翻 yes，然後會彈出一啲去俾你填更加多嘅資料，例如佢係因為有我哋 ADCC 即係啊攔截黑錢嘅部門啦，佢嘅一個查詢啦，或者係相關嘅客戶或者相關嘅機構啦，係收到我哋警察嘅search warrant 或者係證監或者係 ICAC 嘅一啲查詢，而觸發呢一個可疑交易報告咧，咁就喺呢一個地方咧就填翻 yes，然後打翻相應嘅 reference number。之後就會去到我哋填寫我哋可疑報告嗰個對象嘅資料，咁需要填翻佢嘅年齡、職業、收入、過往交易記錄、財富來源等，亦都必須係要填寫翻報告對象嘅一個角色，究竟佢係一個疑犯啦、受害人，定係佢係交易對手。接住落嚟就會係填寫一啲公司嘅可疑對象。咁公司嘅成立日期、詳細資料、佢嘅業務性質，或者係同公司有任何關聯嘅人士，例如係股東、董事呢啲咧，都需要填寫翻喺呢一個欄位入面。然之後就會落到去戶口。戶口方面，我哋可以譬如有啲信託公司，佢可能幫客人咧就有唔同嘅銀行戶口，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個地方咧就填寫翻相應嘅銀行戶口啦。佢當時嘅銀行嘅結餘係正數或者負數咧，都係需要填寫嘅。戶口方面咧，我哋都提供咗一個新嘅欄位啦，就係可以俾舉報機構去填寫翻當時呢一個戶口係喺邊一個 IP address 或者係用乜嘢嘅 device ID 去進行交易或者係登入過。咁呢啲都可以加強我哋分析同埋情報交換嘅能力。下一個就係填寫佢嘅可疑交易。任何嘅可疑交易咧，都會喺呢一 part 嗰度咧去寫翻，填寫翻佢嘅可疑交易嘅對象啦，對象嘅銀行戶口號碼，或者係有任何相關嘅資料，都係喺交易呢一方面咧就填寫翻。之後去到 suspected crimes，舉報機構經過佢哋嘅分析同埋評估之後啦，咁就會喺呢一個欄位咧就剔翻所舉報嘅可疑交易咧，其實係大致係觸犯咗邊一種嘅罪案啦。例如可能係 email scam 或者係 telephone deception 咁樣，咁就照剔翻相應嘅懷疑嘅犯罪。下一個就係剔翻懷疑嘅一啲指標啦，亦都新增咗係可能係公務員相關，或者係舉報機構係發現到原來一一 group 嘅客人呢，其實佢哋係用同一個 IP address 或者係同一個device ID，咁好明顯呢，其實係有一個集團式嘅操作，或者係罪犯呢係用一個集團式嘅犯罪模式。接下來就會係去到可疑交易報告入面個詳盡嘅填寫方式。咁第一部分呢，就會係講翻，就會寫翻係乜嘢嘅原因啦，去令到填寫呢一個可疑交易報告啦。可以係因為有關係罪案嘅發生啦，或者係見到有可疑嘅交易模式、大額嘅現金，或者見到有明顯嘅洗黑錢嘅一個 pattern 啦。其次就係可能收到執法機構嘅查詢，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資料負面嘅消息，或者客戶喺制裁名單入面，或者係收到任何嘅搜查令相關。第二部分就會填翻啊可疑對象，可以係個人或者係公司佢哋嘅國籍、身份證明嘅文件、個人嘅職業、公司業務嘅性質、資產來源、收入來源。佢哋實質嘅擁有人
或者係其他有關聯嘅公司，都係喺呢一 part 度去填寫翻。第三 part 咧就會係講到一個啊舉報機構佢哋內部嘅調查啦，同埋交易嘅一個分析，咁就填寫翻個審閱期啦，可疑交易嘅詳情同埋佢嘅資金流向嘅分析。如果有問到客戶攞更加多嘅資料嗰個結果啦，或者如果係客戶係涉及制裁或者負面資訊嘅一啲公開嘅連結同埋相關嘅敘述咧，都係喺呢一方面嗰度去填寫翻。最後就會係填寫翻個總結同埋舉報機構佢哋跟進進一步嘅審查嘅一個欄位，去俾大家填寫翻個部署。好，咁最後呢，就會有一個位置呢，去俾大家啦，上載翻相關嘅附件，可以係客戶開戶嘅文件啦、交易記錄同埋客戶指示嘅記錄啦，從客戶查詢獲得嘅一啲額外嘅資料，同埋如果有任何嘅數碼足跡呢，都係可以喺附件呢度呢就擺落去，咁令到呢我哋有更加多嘅資料同埋資訊呢，可以作深入嘅分析同埋交流。我哋 JFRU 咧留意到，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提交嘅可疑交易報告咧，就有兩個常見嘅謬誤啦。咁第一個謬誤咧就係喺敘述部分咧，就淨係提供制裁或者負面資訊嘅嗰個公開嘅連結，咁就欠缺咗啲分析啦，欠缺咗嗰個內容嘅。咁我哋就提議就係填寫翻個分析、解釋同埋嗰個負面資訊嘅內容咧，喺個敘述嘅部分。第二就係喺敘述部分呢，就淨係提及參見附件，亦都冇其他任何嘅資訊。咁我哋建議交易記錄或者其他相關文件呢，可以用附件嘅形式提供，但係呢，其他嘅分析內容啊、評估啊，就應該喺敘述部分呢，就去填寫翻嘅。咁提交完可疑交易報告之後呢，咁我哋 GFRU 會俾翻一個回饋啦。咁但係第一就係我哋會有一個收條去確認我哋接到呢一個報告。第二就係我哋會提供翻一個同意或者不同意或者係不適用嘅一個處理嗰個財產或者戶口嘅決定啦。第三，我哋會提供翻一個可疑交易報告、季度分析報告，同埋第四，會同唔同嘅持份者啦，有保持緊密嘅交流同埋聯繫，去繼續一齊打擊洗黑錢。咁就住 Streams Two 嘅進程啦，咁其實咧而家已經係去到最後嘅階段㗎啦。咁咧喺10月同11月咧就已經向唔同嘅行業啦去舉辦簡介嘅講座啦，好似今日咁啦。咁如果大家係就住有 Streams Two 嘅任何通用嘅問題咧，係可以聯絡翻我哋嘅負責嘅高級督察 Owen。咁佢電話咧係3660053336600533。而如果係就住 Streams Two 嗰啲技術嘅支援，咁可以聯絡翻阿 Christopher。咁電話係3660968236609682。咁 Streams Two 推行嘅時間表，咁其實而家都已經去到最後階段啦。咁喺2025年12月咧，就去到2026年1月咧，咁就會陸續咧安排唔同嘅機構同埋金融嘅機構啦，其他嘅舉報機構啦，就係開通 Streams Two 嘅登入戶口，而暫定喺2021年1月咧，Streams Two 咧就會正式推行㗎啦。最後就會同大家去進行講一講，分享一下啊，利用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去清洗黑錢嘅常見類型。咁第一啦，就係罪犯呢，其實就會利用信託及公司嘅服務提供者啦，喺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呢，係設立唔同嘅公司或者多間嘅公司。呢啲公司咧，隨後咧係進行虛假嘅交易，例如係為一啲唔存在嘅商品或者服務，或者進行一啲公司之間嘅貸款或者係資金嘅存入啦，而令到咧呢一啲公司咧好似係有一啲好合法嘅交易記錄，
亦都喺帳戶同埋司法管轄區之間啦，快速同埋經常咁樣去轉移資金，去務求咧令到資金咧係看似合法，亦都係想洗白咗呢啲咁嘅資金。咁就住呢一 part 咧，一啲危險嘅信號啦，例如就係如果你嘅客戶或者相關嘅佢叫你開嘅公司咧，其實係缺乏任何實質嘅業務內容，亦都冇任何證明文件去證明呢啲交易嘅話，都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啦。第二就係如果呢一啲交易咧，經常咧都係一個整數嘅交易，咁其實咧係對於一啲真實嘅商業發票咧嚟講咧係並不常見。咁呢一啲亦都要提高警覺，做多啲啊 CDD 啦或者 EDD 去了解多啲相關可疑嘅交易嘅背景。第二就係罪犯啦，利用TCSP 去隱藏真正嘅受益實益擁有人。TCSP 咧係經常咧會即罪犯啦會經常利用 TCSP 去開設公司啦，指定名義上面嘅董事同埋股東。呢一啲名義上面嘅董事同股東呢，其實只不過係公司嘅法律層面嘅代表，佢哋只會係執行隱藏喺背後真正受益擁有人嘅指示。TCSP 亦都會利用其他嘅信託基金會或者跨國嘅公司嘅複雜嘅公司結構，令到執法部門或者係TCSP 咧，亦都非常之難去追蹤究竟背後真正操控呢一紮洗錢公司嘅擁有人係邊一個。危險嘅信號就係例如客戶啦係抵抗或者拒絕去提供經認證嘅身份證明啦，或者經常咧係收到一啲由第三方啊嘅指示啦，去代表佢哋未披露嘅客戶發出嘅指示。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危險嘅信號啦，要加強觀察啦，同埋盡職調查嘅。第三，罪犯亦都係經常利用信託及公司服務者咧，去開設一啲空殼或者掩護公司。一啲信譽良好嘅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作為即罪犯，如果利用咗一啲信譽良好嘅 TCFC 開設公司辦事處嘅話咧，其實會令到相關罪犯嘅操控嘅公司咧，喺銀行或者交易對手或者監管機構入面咧，係顯得比較合法嘅，令到佢哋開拓業務啦，開佢哋嘅銀行戶口咧係更加容易，亦都唔引起任何嘅懷疑。咁喺呢方面，咁其實一啲危險嘅信號啦，就係都可以俾信託公司服務提供者見到，就係相關嘅公司其實佢業務啦或者結構咧，其實係非常之不匹配嘅。咁亦都係要加強個盡職嘅調查啦，了解你嘅客戶啦，去揾出或者係要求佢去披露，其實佢哋真正嘅受益擁有人係邊個，或者佢真實嘅業務係啲乜嘢。咁呢係最有效去打擊洗黑錢嘅方法嘅。最後係啦，咁就有一啲案例嘅分享啦，咁就係一啲以前嘅可疑交易報告入面呢，其實都見得到嘅。咁就住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佢哋提交嘅報告呢，咁其實都會係大致分咗做三種啦。第一種呢，就係一啲負面資訊，佢哋可以喺一啲公開嘅網站啦，或者係新聞稿入面呢，見到其實佢哋嘅客戶呢係有俾人拉咗，或者係俾人控告咗，或者可能喺其他國家呢係有任何嘅司法程序係就住洗黑錢呢係進行當中。咁呢一啲嘅資訊呢係需要披露，亦都係盡快咁樣去舉報俾 GFIU 啦。第二就係TCSP 嘅客戶呢係喺制裁名單上面，佢個制裁名單可以係聯合國制裁名單、美國或者係歐盟任何嘅制裁名單上面。當個制裁名單一更新嘅時候，TCSP 做screening 嘅時候，如果發現呢，咁都係盡快啦，就提交翻個報告俾 GFIU。第三就係 TCSP 咧就發現有一啲虛擬資產咧交易去一啲高風險嘅地區，或者去咗一啲電子錢包，而呢啲電子錢包咧係有恐怖融資或者詐騙風險，或者係曾經有類似嘅案件呢，係連結咗呢一啲咁嘅電子錢包嘅呢一啲情況，其實都要盡快報告翻俾 JFIU。
咁最後就係、啊、今屆2025立法會換屆選舉咧，就會喺12月7號舉行。咁啊，希望大家踴躍投票。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就暫時係咁多，多謝。